2019年到第3届呢，都是以龙崎的环境跟龙崎的过去为主。然后今年是因为我们带小朋友带到第4年了，然后很多小朋友都因为要毕业，所以就离开龙崎，因为龙崎是没有高中的，国中毕业小朋友又一定要离开。但是我们觉得说，小朋友离开不一定是一件坏事，因为或许他们吸收资源完回来，才能带给龙崎不一样的东西，然后也才能为家乡付出。所以今年的策展名字就叫做“随风去留”这样子。龙崎的空山祭一开始学生只是参与作品而已。那今年呢，非常感谢策展单位跟导演，让我们的同学有参与的机会。其实我也知道，这几年下来，空山祭已经在全国打出了一个非常好的知名度，成为最美的山林。我也相信呢，这样的一个活动能够带给龙崎更多的发展。参与的这些小朋友呢，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体验，让他们知道参与这样的一个活动是一生难忘的。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很高兴哈，其实我们今年已经是第4年的龙崎空山祭了。那它让我惊艳的地方，不仅在我旁边这些漂亮的灯光，或者是它的光影，它让我更惊艳的是今天深度看到的，能够跟地方结合。空山祭已经深深烙印在龙崎，也烙印在我们的心里。去年虽然有疫情，第3届龙崎空山祭，我们有吸引了12万人次的这个前来。那我们希望今年有更多的好朋友来看到龙崎的美，知道龙崎的好，听听龙崎的声音。好，那我想在这边从现在开始，今天开始一直到2月12日哈，这大概是45天的时间，希望大家来龙崎空山祭，不仅是龙崎的乡亲朋友，也不仅是台南市的朋友，全台湾各地的好朋友都能够来过龙崎。那也祝福我们今年第4年，不仅在艺术的这个创作上，不仅在地方的回响上，不仅在这个我们所有的方方面面，祭一定是要一个既叫好又叫座的龙崎空山祭。去年我们龙崎空山祭在今年获得了2022经典设计奖标章，那我想今年在2023的龙崎空山祭会更好。大家好，我是陈碧泉，欢迎收看1月5号礼拜四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经济发展局上午举办2023年施政愿景发表会，由新就任的局长林龙川率领各科室的主管，向市民来报告台南市目前的投资状况、产业数位转型等等成果甲愿景，未来将配合国家政策。结合产官学界甲研究单位，持续推动发展台南的经济。经发局长林英川表示，新冠疫情对着全球的经济发展影响真大，各行各业拢受到冲击。为了辅导甲协助业者进行转型，同时也为提供消费者更加优质的购物环境，市府伫111年向中央争取将近35亿补助经费，办理招商、节电设备汰换。协助数位转型以及传统市场软硬体设备换新等成果。林英川表示，未来也会持续过去的努力，继续向前迈进。今年的方向，我会持续去年的成绩，继续往前努力啦吼。目前咱较重要的几来的迄个，包括阮即卖迄个便利送的部分，阮想要去做去较精致的。我嘛想要往规格化的方向发展。帮助咱的市场将伊的产品，搁有较侪人较知影的，这是市场的部分。商圈的部分，阮希望迄个特色拢会搁甲吹出来。就是说每一个商圈拢有伊的特色，这个商车迄个特色我们要甲强化，互因当去较往前行。过来就是迄个产业发展的部分因为阮包括新创青年就业这块，
其实这个阮足重视的，所以讲阮有营地的迄个创新园区，啊，佮有咱有机大楼这的部分，阮会来将这个青年就业佮带上来，啊，佮 SBIR 这个部分，我们佮继续努力去行，啊，来就是工业区佮产业园区这块，工业区产业园区目前的进度就是讲7个，阮目标看今年底厂商有法度开始入去无，开始入去建厂，安尼咱的时程就会赶起来。后壁的规定，讲包括报边，包括迄个程序拢在行。啊，阮6科伫溪北迄边6科，阮的3期嘛会正咧推动，这拢是阮今年的重点。根据经发局统计，咱市伫100年总共新增263件投资案，吸引561亿投资金额，创造出622亿的产值，同时也为台南市增加了9680个就业机会。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迎接2023年，财政部国税局推出税政新制度，为了让民众更加清楚了解新制度的内容，南区国税局台南分局特别举办记者会，向民众宣布优惠的项目。为减轻民众负担，并增加报税便利，财政部国税局今年推出8项税政新制。包含综合所得税每人基本生活费用免税额，3项扣除税额拢有提悬。在综合所得税的部分，我们今年的每人基本生活费呢，由19.2万调高为19.6万元。那这是在今年5月申报综合所得税的时候是可以使用的。此外呢，我们在综合所得税的各项扣除的金额也有提高，免税额呢是由8万8提高到9万2000元。那如果说是本人、配偶以及我们的受抚养的直系亲属，那如果是满70岁的话呢，那会从13.2万元提高到13.8万元。也因为这几档手机报税受到好评，112年的申报，除了会持续推广以外，还有增加现金缴税。我们在网络报税的时候呢，服务更升级了。首先，我们在手机报税，在今年5月申报，我们新增了一个新功能，就是我们可以用现金来做缴税。那此外呢，也可以透过手机报税的时候申请延分期缴税。另外，到2024年底，脑具大型柴油车汰换，嘛会当减轻替换新车服务税。措施延长4档，到2026年底。还有免征进口的黄豆、小麦、环保营养税等多项好康。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第4届台南市议员拄就任10几天，就传来大选期间努力争取消防员超勤津贴提升的好消息。因为大法官第785号解释文要求加班补偿应该依照强度，予因适当的评价。同时，内政部也提出加班费上限加2000的方案，所以台南市会多位议员也召开记者会，希望地方的配套要赶紧落实，让消防员的超勤加班费会当为1月1号开始计算。长期关心基层消防员权益的议员李宗翰，在大选期间曾经号召成立防火墙的连线，并且甲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来合作。推出消防权益保障的证件，日前经过大法官的解释条文，总算看到一寡成果。因此，邀请连线的成员甲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共同召开记者会，说明现阶段的成果甲未来的目标。一起来做串联，希望可以支持我们的消防、我们的打火兄弟。那这部分，咱其实今日有一个新大的成果，就是咱行政院一定宣布，咱要来增加咱消防人员超勤津贴，从17000元提升到19000元。啊，当然，咱的理事长，咱会当详细来替咱说明，咱未来消防署针对咱785限号，希望可以改善我们消防人员的超勤工时问题。在去年，我们跟许多的委员有在中央提出，我们希望提高消防员的加班费的轮班制公务员的加班费的上限，因为消防员我们的加班费已经20年没有去提高了，所以我们希望可以有这个诉求。那同时我们也很开心，就是我们获得地方今天许多的议员的支持。
那共同与我们签署承诺书，一起向中央去争取这样的，向中央及地方去争取加班费的提高上限。有的分局它可能在局处里面可能只有5个人在里面，那甚至是在出勤的时候留守的人可能不到2个人，那这一切都反映在这个消防员工时过长的这些问题上面。那我们就是希望可以进到体制里面来做对的事。防火墙连线当初除了跨县市的候选人签署承诺书，在台南市议会嘛有10几位议员顺利来连任或者是当选。包括议员李宗翰、蔡小薇、加沈振东，另外还有新当选的朱振轩、黄兆辉、周家伟、加李宗麟等跨党派的成员。成员表示，既然中央的配套通过消防员加班费的上限，对17000块提升到19000，伊嘛期待地方政府会用对今年的1月1号开始来编列给付。至于未来消防员的人力补充，甲工作的健康款部分，还是需要努力来改善。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现代病院由市府卫生局指导，为去年5月份开始，替确诊甲居家隔离的有薪妇女设立专责病房。统计到去年底为止，已经陆续照顾430人，顺利接生115位的新生儿，而且佫创下新生儿零确诊的纪录。这几天因为疫情，一寡有心的人就算是拍疫苗也是确诊。新大病院伫台南市卫生局的指导之下，为去年5月成立专责照护病房，备有15床，其中9床予确诊者使用，6床予居家隔离者使用，另外有3间3房。那跟以往不太一样的事情是，以前的产房可能就是一个区域，它只有就是确诊的妈妈，她可能就住在一个病房，然后我们把它当作隔离病房。但是成大做的很完善的事情是，我们把整个产房都很完整的动线规划，从急诊一直到产房、开刀房、生产室，到新生儿，到加护病，甚至新生儿的加护病房，都设置了一个非常完整的动线。那这个应该是在其他地方没有办法做到的地方。病房运用着病院双倍以上的照护医护人力甲物资，为待产、生产、产后安胎来全面照护，并且新生儿出生了后，就马上甲确诊的母亲保持2公尺以上的安全距离，来避免着传染。那陆陆续续照顾了400多位确诊的一些孕产妇，那也生了115位的新生儿。在大家同心协力下，有非常完善的医疗照护，还有一些通道动线的一些设立。那所有新生儿都没有确诊。有医师分享，妈妈伫生产了后看袂到囡仔，会烦恼囡仔可能互感染。医护人员拢会透过翕相、录影，随时提供囡仔的状况，互妈妈会当放心。面对一个不太一样，她本来怀孕要生小孩应该很开心啊，可是突然发生了一个意外的事情，一个确诊事情，她可能没办法在她原本的地方生产了。但是到成大医院来之后，她就会发现说，每一件事情都按部就班。那大家通通都帮她设想好了，不管她是在医疗上需要的、生活上需要的、宝宝需要的，其实大家都帮她设想好了。新大病院专责产房的设立，伫有心的人上需要陪伴的时阵，互因无后顾之忧的因家新生命，完成这个值得骄傲的使命甲成果。台南新闻杨硕怀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追求美丽是人类的天性，从古至今，化妆品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近年，预防医学观念兴起，非开刀医学美容渐成风气，带动相关产品市场大幅成长。例如，医美中心的成立，透过各式新兴技术与材料，让人们维持健康与青春美丽。此外，各种生医美容产品成长也是惊人。吸引许多生医材料与奈米科技等公司投入制造研发产品或原料，像小分子生态、胶原蛋白等，让生医美容产业成为国内最有前途的热门新兴行业之一。中华医事科大也看见医美这个庞大的潜在市场，特别增设生物医学及美容保健科，要培养新兴学子们进入未来可期的医美产业。
人类都是爱美的，所以医美产业就如雨后春笋般的蓬勃发展。目前国内大概有4万多名的医师，其中1万多名就投入在医美产业，所以医美产业的发展远大于现在台湾人才培养的速度。那因此我们就成立了生物医学及美容保健科，来培养医美的专业人才。因为自己入学前比较喜欢化妆，然后也对这个科目有兴趣，之后也想要从事医美或者是美容师的工作，所以才会选择就读这个科系。我一直以来都很喜欢香香美美的，自从国中毕业之后，有看到中华医事科技大学有在教生物医学及美容保健科，那我对于医美类非常的有兴趣。那希望我之后在这个科里面能够学到更多的专业知识。我们医美科老师都具有博士学位或助理教授以上资格，为这方面科系的翘楚。为了帮助同学提升实务能力，我们也购买了许多先进的仪器设备，包括像音波拉提、多功能肤质检测仪、无针离子美容仪。为了同学这方面的技术提升，我们也建置了专业教室，像是化妆品调制教室、彩妆教室、造型教室、SPA 生活馆、医美技术教室、情境模拟医学中心，让同学具备强大的实务能力。透过我们华医的医美科系来讲的话，这种情境教学的模式，所以能够带给学生他们在学中做，做中学，更能够介入到我们实务的技能。为了让同学进入职场前具备专业能力，我们也和国内知名的医美集团或医美诊所合作，例如像艾尔利、益群、佐登尼斯集团等。同时，我们也在学期间培养同学专业证照，例如化妆品丙级、乙级、美容医学美容师、美容医学咨询师等，让同学在进入职场前具备高阶的竞争能力。就读我们医美科5专，前3年是免学费的哦，后面2年比照国立大学收费。实习期间，单位还会提供生活津贴，让您生活无虞。所以，5专医美选华医，许你直癌一生美丽。消费习惯改变，加上物流栽培真方便，所以民众采买冷冻年菜选择也愈来愈多。奇美医学中心营养科团队今年就甲奇美食品合作，伫年菜搭配方面，运用多青米食起来会饱，以及海产卡路里较低特性，提供民众更加健康的选择。农历春节哪来哪接近，各大超商或者是量贩店。嘛陆续推出外杂的年菜，唔定这种的菜色提供选择，同时嘛减轻民众筹备食材甲料理的时间。唔过为了避免民众误菜高油、高热量甲营养不均衡，奇美医学中心营养科嘛提供几点的撇步，教导民众健康来选择。大家都逐渐的在年菜中去转往选择现成的年菜这一块，可是既然它有这么多的好处，其实它相对应还会有一些缺点在里面哈。就例如说它是冷冻包装的，所以说难免它其实没有办法添加太多的一些新鲜的蔬菜跟水果在里面。那再来第二个是它可能为了它的口感啊，还有它的层次感，所以它还是会添加比较多的一些食品添加物，还有它的高油高盐的一个部分在里面。那所以今天分享的几个撇步的话呢，主要就是针对我们要怎么样去选择现成年菜，在取得刚刚提到的这些好处以外，又能够把那些缺点尽量降到最低。所以我们会分享2个撇步来和大家试做这样子。第一个就是我们尽可能的要去增加一些蔬菜的部分，因为蔬菜富含的一些膳食纤维啊，还有它的维生素、矿物质这些微量营养素，再加上不同颜色的蔬菜，其实它都有它自己的植化素在里面。那这样子的一个营养成分呢，其实就可以很有效的去提升我们的免疫力，那增加我们的一个抵抗力，让我们能够去抵抗
这样子的一个疫情。再来，因为蔬菜它本身就富含比较多的一个膳食纤维，也有低热量的特性，加上它又很有饱足感，所以其实它在整个年菜的过程中啊，其实它是可以帮助我们提升饱足感，然后去减少体脂肪的一个囤积的。那在第二个部分的话，我们会建议说，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是建议要多摄取一些免疫相关营养素，所以会建议大家，其实在海鲜或者是鱼类的食物呢，都可以多多摄取。除了多纤饱足加海鲜低卡的年菜料理，另外基美医学中心嘛针对有吞咽困难的长者，教导民众如何调理钙合。我们这边呈现的是用奇美食品的一个年菜，那经过搅打以后，再加入部分的市售商业配方。那其实我们只要把关键字塑形剂打进去，就是浏览器应该都可以找到市售很多种的商业配方。那依他们的一个标准制作步骤来去执行，就可以得到这样子质地非常均衡的一个料理。这样，那这样子的好处就是它在进食的时候呢，比较不会去呛到，能够有一个完整的质地，不会说容易离水啊、出水这样子。不管是外早年菜，或者是针对长者的调理钙好食材，营养师建议，拢应该赶紧食完，避免重复来加热，影响到实在的食品安全。希望互民众会用个食得健康，热量嘛袂超标。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近年来，联合国的永续发展指标 SDGs 愈来受到重视。不管是政府也是民间，嘛拢呼吁这项行动。台南社区大学特别将这项指标纳入教学设计当中。经过几学期的经验累积，将要举办博览会，呈现师生推动永续生活学习成果。在2019年，联合国宣布 SDGs 内面包含17项永续发展目标，甲169个细项指标。台南社区大学身负推动公民素养的责任，将 SDGs 用于课程设计。联合国永续发展指标呢，这个对于未来生活的一些指引啊，包含我们现在大家知道，就是面临这个气候变迁，然后一些经济发展。疫情等等的这些冲击，好，然后所以呢，怎么样呢，能够让我们永续的在我们自己的这个生活继续下去？可能有一些大家比较知道的，可能是能源的议题，好，还是说交通上怎么样能够采用这种比较不耗能的方式，然后来做城市移动。那我们有很多的班级，可能像我们的绿交通研究社，还有铁道班。然后以及太阳能 DIY 等等的一些班级，然后他们都在课程里面有做很多的这种研究啊，然后学习。经过几学期的累积，因将伫1月8号举办博览会，结合展演、展览、学习设计、甲课程体验，呈现师生推动永续生活学习的成果。其中这次的亮点呢，就是我们的铁道班有邀请到这个林松雄先生，然后他带着这个蒸汽小火车阿里山蒸汽小火车的这个复刻版，到这边来跟大家来展示，然后也可以现场来乘坐，非常欢迎就是亲子一起来参加。那我们这次总共摊位大概有40摊，然后也有10几个表演的节目，然后欢迎大家一起来。地点呢就是在我们的文化中心假日广场。下午2点到5点。另外，会中也规划永续交通、生物多样性、日能资源再利用以及农徛地质公园促进等主题区，让民众透过趣味的体验来理解永续生活的重要性。台南新闻杨顺华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1月5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泉，咱再会。